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今日又係做運動嘅時間咧，就係做一個手兩個腳，OK 嚇，一齊做咗先。嗱，伸直腰放鬆，偏前少少坐一樣噶啦。兩隻手咧攞嚟前邊，等於啦，呢個係咪啊？等於揸住拳頭，輕輕揸住拳頭，然後滾動得噶啦，OK 嚇，唔好撞到自己嘅手啊，盡可能啦嚇，OK 嚇。係咪要加快咧？咁樣你可以快就快啲啦，OK 嚇。咁係出啲啊，定係入啲咧？咁最好埋啲啦。反方向咯喎嚇，火車倒後行啦。OK 嚇，好嚇，隻手可以唔使提咁高得嘅，咁喺下邊啦，咁樣係咪嚇？咁你能夠嘅話咧，就可以高少少啦。OK，好得，做完之後停一停啦嚇，深呼吸先。好 OK，起翻身咯喎嚇。如果你想呢邊起身咧，咁就呢隻腳啦，係咪 OK 嚇？不過我呢度唔夠位嚇，我就喺呢邊啦。嗱，前後腳，跟住後腳撐住，跟住扶住，頂起自己 OK 嚇，咁啊就可以行咗去後邊啦。OK 嚇，嗱我哋喺後邊嗰度做嘅今日又係，好啦嗱。兩隻腳咧分開少少咁多，好似凳腳咁闊就得噶啦。兩個企好，雙手必須要扶住張凳 ，OK 嚇。如果一陣間你得嘅話咧，就單手嚇；唔得嘅話咧，而家就雙手 ，OK 嚇。如果得嘅話咧，你可以單手遮住個臀部，跟住咧就單邊踢腳上嚟咧，來回繼續喺度個腳踭掂到隻手就得噶啦嚇。另一邊咁樣做嚇，隻手係遮住個臀部，然後跟住咧嚇。一隻腳向後勾，跟住腳踭咧掂到個手掌嚇、手指啦嚇，或者掂唔到唔緊要嘅嚇。如果來回做點咧咁樣，就一邊跟住另一邊，一邊另一邊 ，OK 嚇，量力而為 ，OK 嚇。重複咧就係5至10次之間就得噶啦。好，嗱另一個動作啦 ，OK 嚇，我哋嗱將一隻腳咧腳踭喺地下，跟住變成腳尖、腳踭、腳尖、腳踭、腳尖嚇、腳踭、腳尖。OK， 腳踭、腳尖、腳踭、腳尖，就係咁啦。OK 嚇，好另一邊咯喎，重心喺呢一邊嘅位置，雙手扶住啦，跟住腳踭先，跟住到腳尖、腳踭、腳尖、腳踭、腳尖、腳踭、腳尖嚇，你會見到個大髀咧喺度旋轉緊嘅喎佢。OK 嘛嚇，好嚇，5至10次啦，又係嚇，有能力可以做多啲嘅。OK 嚇，好做完之後停一停啦嚇，會喘氣係正常嘅嚇，好慢慢去翻前邊嘅時候咧。就前後腳 OK 嚇，或者你行埋嚟嘅時候咧，就一隻腳行前啲，另一隻腳咧喺後邊撐住嚇，最好趌腳踭，跟住手扶住嘅時候咧，就慢慢就可以坐低噶啦。OK 嚇，收翻埋腳啦。OK，好，今日嘅運動去到呢度先，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。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咧，記得喺我哋頭像入邊咧入咁就可以撳訂閱嗰個掣。有需要嘅話咧，分享俾其他朋友。OK 啊，記得。